这个部分社区营造是把泥土中的文学，以张环的一个小说《山茶花》里面的一个插画，把那些插画复刻在陶板上面之后，呈现在整个巷弄里面。所以我这个巷弄里面是希望咱来大坪佚佗的游客，会当在大坪拄到张文环。其实咱家大坪有8条巷啊，每个巷弄巷啊内底的故事，都咱嘛是用陶板的方式呈现。搁像这拢是张文环的作品吗？对，张文环那个《山茶花》小说里面的一个诗句。啊，像这因姐夫听到家己老母讲迄款话，一句都无甲应，嘛无甲安慰，真正无道理。阿关啊，对因姐夫遮尔无志气的态度，感觉真生气。遮个人拢当作家己歹命。阿姊也是安那无爱走转来，阿关感觉不可思议。嘿，这想想咧是将近100冬进前的作品。是讲伊迄阵啊，迄个年代应该是较丰保守，但是看到伊这写着大家官之间，这妹妹大家大官，竟然伊敢若是想讲一个查某人，伊要甲家己的生活。伊的思想甲讲出来，100冬前伊就有女权思考啊。对，其实文章内底对女性的部分描述的很多。